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西貢 Frankie 啊。咁最近咧喺西沙路嘅高柏嘅 CRV-C 咧賣得非常之好啊，數度加推咧都標準單位全數沽清，再加推埋1B 期794個單位咧都賣得非常之熾熱啊。咁值得帶動咗咧整體咧西貢區嘅成交嘅。咁其實簡單講啦，西貢區咧如果一手嘅樓盤嚟講咧，分別咧仍然咧出售緊嘅咧就有奧龍啦，一啲嘅標準或者係複式單位發售啦。另外133 Polypheno 嘅一啲嘅別墅啦 ，Whiteside Cove 嘅一啲嘅別墅同埋私人樓，一個臨海嘅全新樓盤噶。咁同埋喺飛鵝山道3號嘅全部嘅獨立屋別墅添。除咗咧喺西貢區呢一手樓盤咧，當然咧喺啟德區嚟講咧，而家放售緊或者即將推售咧，接近成8-9個新盤添。所以咧喺整體嘅樓市咧都係百花齊放嘅。咁但係咧，亦都影響到咧喺二手成交嚟講咧，雖然個成交量係有所增加，但個成交價咧都係進一步咧係調低咗啊！好似我今次要介紹嘅成交咁樣，喺呢個日龍海匯最近嚟講成交咧，今年嚟講咧創咗新多，就去到5宗咁犀利噶。咁但係嘅造價嚟講咧，更加係跌破咗咧每尺1萬蚊嘅價錢。分別咧有一個2座頂層 A 單位啦。827尺嘅實用面積，再加726尺嘅天台咧，造價係1020萬噶，比如原先買入價1400多萬嚟講咧，都蝕讓咗400幾萬。而另一間咧位於2座嘅低層 G 單位啦，498尺，更加咧以478萬成交，尺價嚟講咧係跌破咧呢個萬元嘅幅度嘅。所以其實我哋都反映咗喺二手市場嚟講咧，有一啲嘅業主嚟講咧，就可能有唔同嘅原因咧，要割價求售啦。咁但係亦都相對地，大家可以見到咧，有唔少嘅投資者咧都出嚟嘅。所以有頭先我講嘅成交，有個別係一啲廉租嘅單位添，同埋近排喺無論新盤或者二手樓咧，大家亦都可以見到一啲短炒嘅跡象，或者一啲投資者咧大手去掃貨嘅情況嘅。所以買賣雙方嚟講咧，亦形成咗咧一個唔同嘅局面啦。今次咧，我都介紹一啲筍盤俾大家，位於日龍海匯嘅一間咧，係位於3座高層 L 室，實用面積409尺，而家業主叫價450萬，但係絕對有議價嘅空間，亦都做咗一個閣樓嘅裝修唔錯。另一間咧係位於喺2座，望到咁東南開揚景觀嘅704尺大兩房嘅設計，另外有儲物室嘅。業主而家叫價850萬，但係同樣都係啦。業主話最緊有誠意嘅買家，所以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 同埋我哋世紀又喺奇峰專業嘅團隊。我哋相信我哋嘅資深同事咧，一定幫大家咧揾到心頭所好，同埋攞到個靚價錢嘅。我哋區裏邊咧擁有3間嘅分行，分別係西沙路分行啦、西貢市中心分行同埋我哋嘅清水灣奧龍分行，相信一定幫到大家。好多謝大家收睇。啲仔女都大晒啦，咁我都可以出返嚟做嘢啊！其實呢區我都好熟啊，我都應該得嘅。喺呢度做白紙呢都唔驚，會有人教你，仲唔使擔心自己一個人食 lunch 㗎。仲諗咩啊？我哋得，你都一定得。加入奇峰，展開2次人生。